一条来看，这件发生伫台中，有一块影片伫网络顶咧流传，是一个24岁少年呢，跪伫个人行道咧道歉，讲伊讲侮辱一个查囡仔，害这个查囡仔去自杀。伊向证人来保证，一定会去自首。啊，这个少年呢是规个面甲头壳拢来流血，讲疑似去互这个查囡仔的亲友动用私刑。这警方透明抓人，甲动私刑的9个人逮捕归案。啊，那影片所讲的这个性侵的案件是真是假？警方已经开始咧调查。你因为做啥物代志？穿乌衫、低头毛查甫人，面甲头拢有人拍，伊跪伫人行道，大声报家己的个人资料，出来对镜头承认伊所做的代志。明仔一定会到凌晨回室内。啊，你要去自首啊？还是要我压你来？你会去自首啊？我会去自首。这个影片内面边有徛几个黑衣人，因涉嫌掠走这个查甫人，佮动用私刑加拍，因为因认为这个查甫人敢若是性侵因的女性的朋友，害这个女性的朋友想袂开。毕业人伫社群网站写讲，希望大家会记我的好，我爱恁，虽然就无过更新动态啊。这亲戚朋友拢甲写讲，真正是有够戆，爱好我做小天使。毕业人的亲戚朋友无法度接受，准备将这个查甫人抓来加刑，因为这款行为已经犯法啦。酒店梁县主嫌等人及涉案车辆，经警方落叶追查，于本20日凌晨将梁县等9人查缉到案。警方成立专案小组，要抓这动用私刑的涉案人到案，总共抓到姓杨、主嫌在内，总共9个嫌犯，拢甲因移送。网络流传之影片内容是否为纠纷原因，警方课证深入追查中。有关影片中所讲的性侵案件是真是假，警方已经伫调查，也毋过提醒乡亲，你若遭受到不法的侵害，应该去报警处理，唔通动用私刑讨公道，安尼较袂犯法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